今日表主寄咗隻百年靈手錶過嚟，講隻錶停咗冇行，係一隻超級海洋專業潛水錶，成個錶殼特別厚實，錶殼特別厚，手錶之前有做過光，但效果就一般般，係熊貓面設計有大翼嘅百年靈 logo， 仲係天文台認證嘅機芯，計時設仲有上鎖設計，計時秒針唔平，應該係有拆過嘅痕跡，時針都有拆過整過嘅傷痕，錶帶係後配嘅，睇下機芯咩情況先，個底蓋重到不得了，叉成圈都未扭實，檢查下機芯狀態，發現自動軸承已經鬆鬆地有磨損，呢個部位本身就係易損件，可能之前入咗水氣，搞到自動舵背面開始有腐蝕，連電鍍層都甩皮，有啲油係後加上去嘅，隔籬個廟輪軸已經冇油鉗襯，白輪軸都係後加油，白夾板有過打磨過嘅痕跡，顏色都唔一樣，拆裝備震氣時搞到刮花咗，啲機件開始有氧化跡象，白夾板啲螺絲都有明顯嘅拆裝痕，但自動夾板啲螺絲就得拎緊嘅痕跡，底層啲螺絲都係咁樣，睇落可能冇拆過，擒中叉夾板啲螺絲都見到拎過嘅痕。